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咱生活中大家拢用会到，这日就是笔，读宝语笔第4条。笔就是写字画图的技师，依照原料甲用途，笔会当讲是分做百款，有粉笔、铅笔、蜡笔、圆珠笔。另外用旋钮来做刀挂玻璃工具，咱讲是旋笔；也有笔的尾尖，咱讲是笔尾或者是笔尖；笔的管，咱讲是笔管，嘛有人讲是笔管。另外底笔的筒啊，咱讲是笔筒。古贵较早讲是笔珠。笔嘛是算钱的单位，像讲大笔钱；若古早嘛是算田的单位，像讲一窟田分做3笔，咱嘛会当讲是一笔田园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圆珠笔，这是美国人雷诺发明，因为写字的时笔尖有圆珠的振动，笔管内底油墨流出来就会当写做字，会当讲是目前上界普遍的写字工具。第2个词读做手笔，也就是人亲手所写的字，或者是亲身画图的笔页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咱台湾有一位圆珠笔画图家，叫做詹永玲。伊的作品五花十色，有花有山，搁敢若有水清清。一届上济用6支笔来画，20年来作品拢是伊的亲手笔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笔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